过来嘛是国际新闻，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呢发脾气的画面，互人公开啊。习近平昨当面指责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讲伊无应该漏摄两个人伫 G20 峰会闭门会当中的谈话内容。这个杜鲁道是甲因讲，伫加拿大原相信自由、开放、甲坦诚对话，这个原则未改变。来看影片的内容。 当结束G20峰会，16號刷出一段意外畫面。Everything we discuss is then leaked to the paper. That's not appropriate. 而且我们也不是那样进行的。And that's not how the way the conversation was 如 conducted. 果有诚心，咱们就用一种互相尊重的态度来进行很好的沟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翻译的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开讲，平常时啊，和你情绪激动的习近平，敢若不满杜鲁道甲媒体讲两个人10個月關門對話，而且杜魯道對中國做失敗行為，採取加拿大選舉表達嚴重關切的內容，攏出現佇個報道內底。 If there is sincerity on your part, free and open and frank dialogue, and that is w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to work constructively together, but there will be things we will disagree on, and we will have. 些可以建设性，但是创造条件，创造条件。 外等杜魯道甲話講煞，習近平悄悄離開現場，因交流的畫面攏許加拿大總理隨行記者嘅翕落來。 啊，另外一個話題是英國首相蘇納克本來預計要和習近平雙邊對話，啊16號煞熊熊動起來。中方致力於同英方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推動中英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希望英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當年嘅回應是因為行程安排取消，不過中國外交部是講無相關嘅消息當提供。雖無無都知影，敢是因為蘇納克去印尼嘅路有發表支持台灣對抗中國嘅言論，互中國無歡喜。不過等於5年嘅雙邊峰會臨時取消，互外界攏討論甲離不破。